关继威啊，我前阵子听我们那个金马那个学院有找到他，他也讲说他喜欢试镜，因为当他那时候去妈的多重宇宙的时候，他先找了对白教练、动作教练、表演教练，为了这个试镜的东西，他做了万全的准备，然后去试，上了之后他就知道他准备的方向是没有错的，然后等到他已经在妈的多重宇宙爆红了之后。他在直接空降接到洛基影集版的角色的时候，他就不知道怎么演了，因为他不知道人家到底看中他什么。他的说法是这样，所以对他来说就会变成他还要再焦虑个2-3天跟大家对拼。就是如果对自己有自信、有信心的话，可以主动说想要试镜。你知道有时候表演会有这种，你知道你经历一个魔幻时刻。的那种，然后居然发生在试镜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就真心觉得，原来试镜是这样，这就是试镜，就是试镜的重点不是说，不只是，当然我们会希望给到角色，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你一定要把你所能给的东西全部都给出去，这样即便你最后没有得到的角色，只要有看到这个影片的人，他都有机会更认识你。